为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恭喜恭喜！古称啊，你是咧恭喜趁钱啊，是咧恭喜过年？我想到旧年年要到的时阵，我去踅花市，咱知影啦，拢咧卖花卖树丛的所在，闹热的花市。遐吼，大家欢头喜面，人客嘛讲恭喜，头家嘛讲恭喜，结果敢若一沓咧冤家。古种啊，都好闲，我将厝外看。古种啊，做人敢就遮好闲？毋是你听我讲，所以毋知影人客咧嫌头家讲，头家这盆花吼，我咧顶月日来看500块，啥物你即马要卖1500？头家甲应，讲即马吼过年到啊，大家拜拜爱用花大束花，我应时应日咧卖咧，应时应日，台语的成语4字的，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拢是应，啊第2字甲第4字时甲日都要挖呢。应时应日，解说就是讲下时下准。即马就过年到啊，我起淡薄啊，应时应日，互我趁，敢有甲倒位？头家讲安尼尔，人客安尼目头前夹落来，结果头家换甲人客吵安那？来，要讲吵安那，进前咱来研究这个应，应时应日的应，这个台语几落音哦，一音叫做应，应就是反应，就是应付。啊，另外一音呢，讲应啦，敢有？这个敢有应的音？所以毋知影头家就甲人客骂讲，你毋通安尼应喙应字啦，有影应喙应字的应，安那即字啊，即句成语安那头一字甲第3字写相像，第2字甲第4字意思要挖，时甲日要挖，喙甲字安那要挖呢？应喙应字就是加强口气，应喙搁再应字。啊！你买就买，唔买就卖买。你踮遮应喙应字要创啥？唔是啦，头家，吼，迄个人客变面。你做生意袂使安尼食东食铁，哦，食东食铁，原来生意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，食啊第4字甲第2字咧，东甲铁意思安那要挖呢？所以即落安那加强口气的发挥，讲啥物就食会落啦。头家就安尼变枪要甲蒸啦。结果吼，迄人客讲无啦，头家，我甲你讲笑，咱着老朋友啊，我安尼定定甲你买吼，我是咧讲吼，做生意吼，毋通安尼有毛的食甲脏水，无毛的食甲凊腿，两骹食甲楼梯，4骹食甲倒跪，有肉的食甲肉臊，无肉的食甲粪臊就对啊啦。讲即落4句咧，讲即落对答，互大家笑一下。时代国政咧讲，花市大家做生意，和气生财，毋捌产生即落冤家的情形。我是要招你研究台语内底有迄个成语。头一字甲第3字相像，第2字甲第4字意思要歪啦。